May mga turista. Ayos, that you guys. We're so happy, guys. 那我们今天晚上在对面，明天我们不是从对面坐过来吗？那明天我们不是晚上在这边玩吗？我们这边不是玩过了吗？那明天坐到九龙夜游玩，直接在那边坐地铁。有人也是冲过来的。好热啊！你不要一直低头玩手机，在修照片，不要修，不要把这照片修的很没有意义的东西。他修的很漂亮。好，快点结束，关掉，现在手机还给我，不然你晚上没得玩了，没电了。马上呀，快修好了。荧光特效的了。下一站海底石路收費廣場，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。Next stop is Tunnel North to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. Welcome station.